大家好，我係高手少，唔知大家戴咩錶嘅呢？相信而家呢個年代好多都戴 Apple Watch 噶啦，貪佢性價比高、多功能，價錢又唔係話好貴，但其實有隻錶先係真正嘅性價比高，拉登也讚好，都成日戴住，就係 Casio 嘅 F91W 呢隻錶啦。呢隻錶究竟係咩來頭？拉登也讚好呢。今日嚟講下 Casio F91W 係一隻喺1989年推出嘅手錶。呢隻錶由誕生嘅嗰刻開始就注定成為拉登呢啲人最中意嘅錶啦。隻錶一啲都唔重，得21克左右，好輕便，又唔係話貴，續航能力好勁，正常使用底下可以玩足7年，誤差控制喺30秒內，跟住又有計時器、鬧鐘、日期、背光燈，好多好實用嘅功能。雖然外表好普通，但內裏一啲都唔普通。續航能力好襟用，呢度真係唔係講玩㗎。曾經有條友喺自己屋企個庭院度掛出咗隻已經唔見咗20年嘅 F91W， 諗住以為隻錶應該打柴咗啦，話晒都咁多年啦，點知咩事都冇，仲係運作緊，只係慢咗幾分鐘。咁拉登呢啲人，佢哋揀得嚟用嘅嘢，一般都係襟玩，唔太貴，總之就係性價比高，就好似豐田車 AK47咁樣，唔算好貴，又襟用，呢啲嘢先會吸引拉登呢啲人用。咁而 F91W 咁襟玩又唔貴，好自然地就成為咗拉登呢啲人最中意嘅嘢啦。不過咁單憑呢啲就未足以令到 F91W 成為拉登呢啲人最中意嘅嘢嘅。F91W 真正能夠成為拉登呢啲人最中意嘅嘢嘅原因，係佢可以改裝做計時炸彈，成為大殺傷力武器。只需要配上硝化甘油同一個9伏電池，簡單組裝一下就可以令 F91W 成為計時炸彈。咁而由於 F91W 佢個計時好準確，加上啲電量又襟，可以令到咁樣整出嚟嘅計時炸彈喺3年入面任意時間內爆炸，真係好屈機。唔係吹水，有過唔少實戰經驗㗎啦，上過晒新聞，嚇親唔少人。美軍一見到啲包頭佬戴呢隻錶，都會特別緊張，明呢隻錶有幾勁啦。呢隻錶直頭經已成為咗炸彈製作培訓嘅重要嘢嚟，個個學製作簡易爆炸裝置都要識呢隻錶。有啲嘢真係唔好睇佢普通，膠錶一隻就覺得好普通啊！炸彈都整到出嚟，問你死未？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大概了解呢隻錶㗎啦。不得不說，日本仔生產嘅嘢好多都好有性價比，車係咁，連錶都係咁，簡直就係平靚正。日本仔真係好嘢，厲害。唔係講玩。如果話勞力士係手錶界入面嘅法拉利，卡西歐呢隻錶會係手錶界嘅坦克車。如果戴錶純粹為功能，呢隻錶係一個好選擇嚟。講下，搞到想買返隻返嚟戴下添。